罢免国民党立委傅昆萁今仔日送第二阶段连署数，拢总是32000多份，已经超过门槛，而且目前连署率是第1名。白沙屯马进乡拼36点钟行到北港，今仔日下晡点外的时阵到中华新港。蒋天强表示，今年的时间是平永过晚2点钟。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5月7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英。台湾的白沙屯马呢，去到北港进乡是要拼36点钟要行到北港。今仔日下晡点外时，总算是来到中华的新港。在当地嘛，传真侪点心，互乡丁卡会当来享用。也那蒋天强是表示讲，因为这乡丁卡呢有加较济，所以休困的时间嘛加较济。今年马祖到中华的时间是平永过，也搁较晚2点钟。白沙屯马祖往北港进乡，伫5月7日半暝11点25分起价。马祖桥沿路行海线，要拼36点钟到北港。甲台中龙井交界的中华新港乡，7日顶部已经出现袂少乡丁卡。新港当地信用中心法案宫的标亭，人真是小 A 小 K。虽讲白沙屯马祖进乡的路线无固定，但是马祖若是选择为海线落南，就一定过车。所以庙方嘛早早就来准备，传济食物甲凉水，要互乡丁卡享用。有鲜草饼、油饭甲草皮仔粿，甜的、咸的，拢总有。庙方出动200位志工，开10外大鼎煮食，要来服务33万的乡丁卡。为10多年前白沙屯嘛经过这我就拢会参与，拢会出来安尼。嘛感谢马祖的朋友，这乡丁家大家遮用心，一定会当传的尽量传。我昨个对马祖出发啦，行规暝，走到这里有点累了，看到美食超棒的。今年白沙屯进乡报名人数33万人，创下历史上悬的纪录。马祖乱桥伫拜五下晡2点才行到新港法院的路口，庙方人员嘛出来迎接圣驾。但是马祖新桥伫路口小可停留了后，就继续往鹿港的方向行。少更较济吼，所以讲有小可delay2点钟。即摆下晡时有delay到，一定会拖延到晚上的时间。蒋天强表示，今年因为乡丁卡的人数多，加上马祖新桥停驾时间嘛多，时间有前大约2点钟，暗时应该会开始赶路，嘛呼吁信徒一定爱惜家己的体力，唔通硬劲，安全第一。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政治消息来看，全国大罢免检方抓假连署，今仔日呢是去敲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也阁有区党部等8位，是甲10多人拢甲带去。台中地检署是强调讲，只要是假连署，无论是哪色也是绿色，是全部拢会来调查。另外呢，假人的检方来查案，昨昏是阁甲2个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带去问话。市长谢国良表示，调查结束一定会回实的。7日透早8点外，台中地检署并分8路到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区党部等8所在搜查，将近2点钟，拿电脑主机也抄走内底党部职员。不管是负责党部的社团活动，或者是选战护选工作，检调侦办罢免涉嫌规则文书案，带回涉嫌人甲证人10多人到案说明。台中地检也强调，罢蓝罢绿拢会办。台中市多位立法委员罢免提议案疑涉不法之情资，本署不预设特定立场。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侦办案件，尊重这个检调，尊重司法，也希望能够尽速的厘清。不可能在我的选区，这个死亡联署的比例会高成那个离谱的地步嘛。国民党台中市党部表示尊重依法办案，不过台南甲双北市党部做着搜查，即马换到台中市党部。党主席朱立伦批评这是对在野党的对杀。赖总统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他希望每一个选区。只要罢蓝的都要过关，所谓的鹰犬们就全力的照他的态度来对在野党不断的追杀。同款是不实连署案的调查，已经请示的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承认利用户政系统查个组协助罢免民进党议员找过2个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做着约谈交保。市长谢国良表示尊重甲遗憾，我们一定会道歉，也一定要道歉，在这几周内让相关单位能够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你所谓的适当时机，是等到你的犯行，你有参与期间的犯行被发现吗？过去张渊祥处长任内有没有涉嫌其他违法行为，也没有进行调查。基隆市政府已经内机内控失灵。
民进党市员陈文行初次古增到检察院检举食谷量多到不少违反行政中立，希望检察院应调查清楚规个事件。记者综合报道。罢免国民党立委布坤基的团体呢，今日早起是去到花莲县的选委会来送第2阶段的连署书，拢总是32000多份，已经超过规定的门槛。目前是全台这连署率是冠军的。也那这布坤基伊本人呢是伫咧面册刊文表示尊重，也毋过伊嘛讲相信大多数的乡亲落尾是会投无同意票。这是花莲乡亲应该有的好的成果。罢团之间一个团一个，加一箱一箱罢免布坤基的理解连署书送入花莲县选委会。2个月时间，总共收集到32777份，超过法定的标准19377份，达成率169%，占据全台理解连署率第1名。这不只是一次的罢免行动，这是一次对长期政治垄断结构的反抗，也是花莲公民对不负责任的傅昆萁表达拒绝的行动。我们也一直都在开始做好准备，然后我们全台湾的所有国民党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站出来。对着罢免理解送件，布坤基实质面册发文讲尊重民意，不过也讲相信绝大多数乡亲最后会投下无同意票，并且强调绝对袂屈服会正面来压阵。不过，伊伫做花莲县长期间调管控就税争议，搁再互媒体来报道。也伫这敏感的时间点，花莲县府退税服业者2亿元也引发联想。这么快退税是跟现在正在罢付有关吗？没有，我们主要是依照行政法院的判决来做后续相关的作业的处理，那并不是像所媒体报道的，请大家不要错误的连结。另外，伫南投县罢免国民党立委友好的团体，初二下晡要到县选委会宣布送出23238份理解连署书。我们今天之后还是会持续收件，那就是一直到选委会去做公告，说我们第2阶段通过为止。在这许多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在进行着这个民主开倒车的情况。这些其实对于民主来讲，这是最大的伤害。友好讲罢免行动伤害民主，和南投是更加对立。因为南投另外一些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罢免团体是讲，就已经收到17500多份理解连署书，离达到目标也无到大约1000份，会拼伫测试截止进行来送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内外还有啥物款的大消息？咱先来关心的是台北市一间幼儿园园长的后生毛俊新，是甲6个幼儿园的查某囡仔性侵，1审是互人判28档，2审是加重改判28档8个月，嫌犯有提起上诉，也毋过最高法院是昨甲驳回，1期28档8个月的刑期。另外要来看屏东的佳冬有饲鸭仔场，迄单呢因为连续2天拢有高空的电火乱烧，所以一阵鸭仔呢全惊着互相打死。拢总是4尾500只，一个蔡光英才知影讲，原来就是8公里外的村里乡办活动测试电火，即马电工的表演已经取消。落尾要来关心的是2022年刑事律的规划，这学校呢第2学期是每年2月11才会来开学，也毋过才上课3天就搁要休课，而且刷落来就是旧历过年。有校长表示讲，准讲迄3天拢莫上课，安尼等于是旧历年过了，连续3礼拜拢爱补课，安尼其实无一定较好。另外，国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因应美国的贸易政策，咱跨党派7个立法委员是访问美国，讨论晶片的进出口，也搁有中国生产地问题。而且，咱的立委是有见到这个情状议院的议长，也就是佩洛西，伊是搁在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经济，甚至是民主的支持。咱立委访问团初伫美国国会会议情众议长佩洛西，这是佩洛西自2021年访台了后，各会议立法院成员，伊表示家己倍感荣幸。伊也讲，目前北京的威胁愈来愈升悬，美方对台湾的安全、经济甲民主的支持，敢会更较坚定。咱台湾的立委嘛，大致伫美国商务部内底，甲管制美方出口的工业甲安全局见面，即个伫川普对顶关税政策之下。台湾甲美国进出口的问题，嘛可能是讨论的重点。一位访问团同时伫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那英陪伴之下，进入美国商务部甲工业安全局会谈。参加立委透露，会中讲到中国生产地问题，甲川普政府上晓业贸易逆差。都是希望说台美之间的贸易是继续正向发展，可是当中有一些问题，包括像贸易赤字的问题，像出口管制的问题啊，这些等等，可能未来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准备。美国法规所限制的哈，那在台湾生产的这些高科技的晶片、先进的晶片，是不是会经由不合法的方式落入他们所禁止的第三方哈？他们非常重视这一点。就在同时节，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型派的国安顾问瓦尔斯要转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国安顾问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但调会认为这政策变动未影响台美关系。尊重美国的内政。那如果以人事任命来看，那里面也说了 ，Rubio 会移过来。那 Rubio 长期对台湾的支持跟友谊，我相信这个毋庸置疑。国安顾问他是去当驻联合国的大使的话，那将来还是会跟台湾有关啊，因为联合国里面还是会处理到台湾，处理到两岸关系。这摆跨党派7个立委也拜访亲近川普政府的智库传统基金会、甲民策母公司、美台华府办公室，为参观下各角度甲美方保持联络。公司国际记者美国华府报道。继续来看韩国的代理总统韩德洙，伊是宣布用无党籍的身份要出来选总统。伊也讲，若准当选，安尼头一项任务就是要甲总统的任期对5党改做3党。也若这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2审的无罪判决是互最高法院来发回更审。韩德洙若准是当整合其他的党派，安尼今年这韩国大选的情势就真歹讲啊。韩德洙初一宣告是代理总统职务了后的隔天，正式宣告要选6月初3举行的总统补选。修改宪法，带领韩国进入第7共和时代，是伊宣誓参选上主要的政见。임기 첫날 대통령 직속 개헌 지원 기구를 만들어 개헌 성공에 총력을 기울이겠습니다. 취임 첫 해 개헌안을 마련하고 2년 차에 개헌을 완료하고 3년 차에 새로운 헌법에 따라 총선과 대선을 실시한 뒤 곧바로 직을 내려놓겠습니다. 若是详细的修宪内容，韩德洙伫宣告参选的演讲中讲，伊个人敢若会确立缩小中央权限加权力下放的原则。若是未来安怎调整，必须由国会加全体国民充分辩论了后决定。媒体分析指出，韩德洙是警务技术官僚出身，为左派色彩正明的全罗都来。包括金大中、罗武宪、李明博甲温锡华等无共党派的总统任内，韩德洙拢担任过经贸外交的重要职务。因为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面对选举法的官司有真大的无确定性，韩德洙是不是有法度有效整合其他党派，甲李在明形成1对1对决的势面，受到韩国政坛正大关心。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保加利亚这个国家呢，英国是训练藏筅来跳舞，即马官方已经禁止，所以当地呢嘛有起一座庇护园区，是收容真侪捌受到虐待的筅。即马这筅呢，经过照顾，已经开始有野性。在园区内底15只筅拢有通好好啊困当。英国伫街头跳舞慢歌的表演动物，即马无需要搁耍互人看，长期大自然过生活。保加利亚贝利查山区即搭由细小动物福利组织甲比基巴杜基金会共同创办的贝利查保护区，已经是世界出名的筅类庇护中心，也佫按算继續擴大。Първите 3 мечки са спасени още през 2000 година, но се вижда, че в България има доста танцуващи мечки, които се нуждаят от помощ, от близки до естествената среда условия и за това се взима решение да се направи по-голямата част от парка. 伫遮的藏毛筅唔来当自由活動，還有專人照顧健康。34歲的拉達最近才完成年度全套的健康檢查，包括抽血、電工甲心臟超音波、腳部按度鍛鍊。这个藏毛筅为自细汉就互人为妈妈的身边带走，受到残酷训练也是虐待。保加利亚1998年才甲藏毛筅列入保育动物，不过跳舞表演是到2007年才真正彻底结束。上来遮的跳舞藏毛筅，拢爱开始间慢慢适应自由的生活。今年春天，难得看到全部筅拢为冬眠中精神。Но сме радостни тази година, тъй като спаха всички мечки. Това не се е случвало от няколко години назад и можем да кажем, че най-младият обитател Рико ни изненада и заспа зимен сън. 這代表園區內底15隻筅，每一隻攏佇當歸進前有食充足的食物。
嘛对这个环境有那亲像伫厝的共款，真舒适甲安全，所以毋知会当个恢复自然的习性。因当中上早的是为10月就开始冬眠，一直到3月底入春才精神。冬眠的时间上长的是年嘛，有165天。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水滴的个性是真温和。来看美国呢，有一间水滴的咖啡厅是请真侪人客来甲伊交关。这同时呢，咖啡厅也为着动物来募一寡资金。另外，伫巴西是有幼教教室来开放予流浪动物陪学员上课，互因会当家己去找有缘的人，有的猫仔狗仔，甚至个因为这款安尼，就安尼找着因的家己的厝。伫巴西里约，这个有家课程。看到真侪保护机构救带流浪动物伫咧遐拉拉嗦，那象征伊看假戏的人，就我伫咧伊的身躯边陪因上课。有的是趴喺遐巴肚天天叫你解梦，有的甚至是爬伫你身躯顶甲你塞奶，虽然互大家无法度专心上课，也毋过提供真温暖的气氛。一寡互动物象征看假戏的人，尾仔就把这寡动物带转去饲，当做厝内人。E quando eu cheguei, a Tati já se enroscou nas minhas pernas, ficou, dormiu toda a parte do yoga comigo e a gente já estava preparada para recebê-la. Só faltava conhecê-la, porque ela já estava lá. Eu quero que mais vidas sejam transformadas. E aí eu falei, por que não a gente fazer uma aula de pet yoga? Que é uma experiência bacana, que às vezes o próprio cachorrinho te escolhe na aula. Então agora fazer 1 ano de pet yoga, a gente está super feliz, né? 也有一种即马伫咧社群媒体称红正受欢迎的明星动物水豚，一般人较无容易接触到这种动物。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就开一间全国第1间的水豚咖啡厅，人客伫咧遮会当甲水豚互动，因看起来好呆，阁乖乖，敢若就算是天放来也无因的代志。正属是伫咧互你摸，有当时送甲规只倒来，互你揽掉抱去困，互大家心情加正好。And our purpose began through our nonprofit animal sanctuary. It's really hard to get donations, so we had to come up with a fun, new, educating concept in order to make money to run our sanctuary. 会当甲水豚互动，也个人支持保护动物。这间咖啡厅自去年秋天开幕了后，正受欢迎，已经有几600人来过，有的甚至是提前几个月就来预订。人客6个人一组，伫细间房间内面甲水豚互动30分钟了，咖啡厅也会安排草球、水只袋鼠，也个球。一个普通时正罕你看到的动物，甲人客互动，费用是半点钟49块美金，1点钟99块美金，换算台票是3200。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后礼拜2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